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来进入路加福音第10天的共读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7章的后半段36到50节。昨天我们看到第7章的前面，耶稣医好百夫长的童仆，还有拿因寡妇的独子起死回生，还有施洗约翰在监狱当中差人来问主耶稣。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面是讲到一位有罪的女人，她来蒙耶稣的赦免。我们来读今天的这段经文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耶稣食饭，耶稣就入去迄个法利赛人的厝坐倒食饭。迄个城内有一个有罪的妇人人，伊知耶稣伫迄个法利赛人的厝底食饭，就炸一罐底香油的药盘来，伊徛伫耶稣的后面，挖伊的骹底靠，目屎滴淡伊的骹，就用家己的头毛甲拭，搁直直浸伊的骹，用香油甲抹。请耶稣迄个法利赛人一个看着，心内想：这个人若是先知，一定会知伫甲伊蒙的是啥人，是啥物款的查某人，因为伊是罪人。耶稣就对伊讲：西门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西门讲：老师，请讲。耶稣就讲：有两个人对一个债主借钱，一个欠伊500文仔，要一个欠伊50，因无法度通还，债主就撤销因的债。安尼倒一个会较疼债主？西门应讲：我想是债受撤销较侪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判断真对。然后耶稣回头向妇人人对西门讲：你有看到这个妇人人无？我伫你的厝，你要用水甲互我洗骹，毋过伊用目屎滴淡我的骹，搁用伊的头毛拭。你无甲我浸，毋过我入来了后，伊直直浸我的骹。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毋过伊用香油抹我的骹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疼较侪，表示伊真侪的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，得到赦免较少，疼就少。耶稣就甲妇人人讲：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共道遐个人心内想：这个到底是甚物人？伊竟然赦免人的罪。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：你的信心有救你，平安得去。这个故事发生在耶稣和施洗约翰的对话之后，法利赛人他们不拒绝接受神的意，拒绝接受神的计划和安排。那路加可能也刻意的插在这个地方。那这个经文呢，我们似曾相识这个故事，因为马太福音26章、马可福音14章的3到9节，还有约翰福音的12章1到8节，那都有讲到一个女人用香膏抹耶稣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把这4个福音书比较起来，发现马可、马太、约翰记载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可是只有路加这里记载的呢是另外一件事情，只是看起来很类似。马太、马可、约翰这个女人香膏抹耶稣是在耶稣受死前1个礼拜所发生的，可是路加福音呢，应该较早期，是在耶稣传道的第2年所发生的。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来吃饭，好像这个利未税吏利未，他也为耶稣办了一个福音餐会。但这法利赛人呢，是福音餐会，还是他想要有一个彰显自己的地位呢？我们不确定。那他们就来耶稣坐席啊。坐席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当中，就是Keanino， Keanino 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是躺下或坐下，就是有点斜的靠在桌前了，所以这个字呢，就是斜倚着用餐，这样子斜着，身体斜一边，所以可以让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他们特殊的用餐习惯。那有一个有罪的女人，通常这个罪呢，女人的罪跟男人的罪会比较不一样。男人的罪可能是杀人、放火、抢劫，女人的罪呢，可能是在关系上面，是在淫乱上面的罪。那拿着一个香膏的玉瓶来，那站在耶稣的背后，挨着耶稣的脚哭，并且用眼泪哭湿了耶稣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那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不是常人一般人会发生的举动，一定是发生了很多事情，让这女人用这样很特别的方式。那但是呢，这个主人呢，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主人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的呢，从40节耶稣叫他的名字就知道，原来他叫做西门，跟这个彼得是同名字，叫西门，可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。
但是呢，这个西门呢，心里面在嘀咕说，好39节说，这个人，这个老师，这个耶稣，如果是先知，一定知道现在在摸他这个女人是谁，是这个什么样的女人，她是一个罪人呐、好，所以大家都是带着有罪的眼光，好，已经定罪的眼光，好，在看待这个女人。可是耶稣没有这样的眼光，耶稣也没有用这样的眼镜，好，在看待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。耶稣反而看到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内心里面的论断人哦。还记得前面的第6章，耶稣说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要论断别人，就不被审判；要饶恕人，就必蒙饶恕。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。这是在第6章的37、38节。当我们愿意给人，神就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我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现在法利赛人就是这句话，用量器在量给别人，那他就被耶稣给论断，所以耶稣就把他心里面的话讲出来了。但是耶稣呢，还是对西门很客气啊，好，所以这个西门可能来头不小，也是在当地受尊重，或是这个法利赛人真的是心里面很正直，所以耶稣问西门：“我问你，有2个人都欠一个债主钱，一个是欠50两，一个是欠500两。好，在当时候，那是一个叫做德拿利，是一种罗马的钱币，大约一个德拿利就是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，所以欠50两就是要工作50天，一个半月才能一个半月的薪水。另外一个欠500天，好，就是1年半的薪水。好，2个都还不起，2个都求救主能够开恩赦免。债主同时2个都取消了。好，那耶稣就问西门彼得：好，按照人情，这2个都被取消的人，哪一个对主人的恩典好会比较更大呢？好，会更爱他的主人呢？西门想都不想就说：好，就是那个多得赦免的人。好，耶稣也说没有错，你断的不错，好，你判断的不错。可是耶稣就反过来，哈，对着那个女人，看着那女人，却对西门说：“你这个女人，我进你家的时候，你没有给我洗脚，用水洗脚，可是这女人用眼泪滴湿我的脚，还用头发擦干。我进你家的时候，你没有亲我，可是这女人从我进来就不住的亲我的脚。我进你家的时候，西门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是这女人用香膏来抹我的脚。所以，耶稣说。”我告诉你，47节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。那所以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从耶稣所这几句话呢，就可以知道，原来前面耶稣在第5章，他对彼得说：“彼得说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要得人如鱼，麻风病人好得到洁净，这个半身不遂的瘫痪，他的罪得到赦免，他还可以行走。还有利未好，他也。”被耶稣所呼召，因为耶稣不是招义人悔改，是招罪人悔改，所以这个女人可能也是在这一连串的当中去经历耶稣，被耶稣医治，被耶稣释放，被耶稣赦免，她能够得到一个新生，或是得到拯救，所以她来报答耶稣，能够做的呢，就是用香膏的玉瓶，然后用她的眼泪，用她的头发，用她的嘴，好，然后呢，坐在耶稣的身上，甚至从脚身上，所以耶稣说这个女人好，她的许多罪都赦免，所以她才会有这样的表现。因为但是那少得赦免的爱就少。所以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的西门没有对耶稣做这些事情呢？因为他还没有得到耶稣的什么赦免，他没有得到耶稣给他的救恩。同样的，有的人会服侍耶稣，因为他从耶稣领受很大的赦罪的恩典，他就尽他的一生来服侍神。但是有人不太愿意服侍神，因为不是他不会，而是他没有领受耶稣的赦免恩典。所以48节，耶稣再次对那女人说：“你的罪都赦了。”同样的情形，好，大家就开始疑惑，这个人是谁？他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呢？在前面的第5章，那个半身不遂的瘫子，耶稣在赦免他的罪的时候，大家也是说，这个人耶稣居然说亵渎神的话。不过呢，耶稣最后对那女人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看起来好像耶稣让这个女人回去，好像不需要她再服侍，不需要她来帮忙。好，不过明天我们看第8章，会看到有更多的妇女一起出来服侍耶稣。所以这女人不是只有回去，可能她就跟着一群的妇女
一起继续来服侍耶稣。所以今天这段经文，好，让我们从36到50节，好，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，也让我们能够反省思想，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曾经接受主这样的赦免，我们才能够报恩，好，才能够更加倍的坐在耶稣的身上，甘心乐意坐在他身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天父上帝，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。谢谢主耶稣用重价将我们赎回。我们都是有罪的人，我们曾经都活在罪中无法自拔，不论是疾病的罪，是身体的罪，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或是今生的骄傲。主耶稣，你来救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，使我们能够重新振作起来，好像拿因寡妇的儿子死而复得，好像是长了大麻风得到洁净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，重新为主而活。求神将这样子的救恩，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永远记得，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一生来活出荣神益人、爱主报答神救恩的生命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，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，愿神祝福各位。